今日咧，我哋嚟講一種水果，佢好酸㗎喎。係啦，就係檸檬啦。我哋個個都好熟㗎，佢咧好香㗎喎，聞落去啲氣味咧非常之清新，圓碌碌細細隻咁樣，生得都幾可愛㗎。咁檸檬係點嚟嘅咧？其實咧，佢咧係一種雜交嘅水果嚟嘅喎。嗱，檸檬咧就係屬於柑桔類啦。咁咧，柑桔類嘅水果咧，啲關係其實係好複雜嘅噃。嗱，咁多年啦，呢啲柑桔類每一種嘅物種，到底係點樣進化嚟嘅咧？其實咧，我哋都唔知道㗎。不過咧，就有啲主流嘅講法。嗱，有研究就認為咧，最初咧就係由啲柑同埋柚就雜交出嚟咗酸橙，然之後咧再由酸橙同香圓雜交出嚟嘅檸檬。哎呀，咩點都好啦，檸檬咧就變成咗我哋日常嘅一部分噶啦，周街都有得賣噶。而且咧，佢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身份，佢就係維生素 C 嘅代言人啦。無論係嗰啲維生素 C 嘅飲料啊，定係維生素 C 片啊，維生素 C 嘅小朋友食嗰啲糖果啦都好中意咧喺度黐嗰個檸檬嘅金殼嘅，用檸檬嚟做炒作噶噃，搞到咧就好似就係有檸檬就等於有維生素 C 啦。點解咁嘅咧？咁檸檬佢入邊有嘅維生素 C 係咪就係水果裏邊最多嘅咧？其實就唔係嘅，唔係㗎，有好多嘅水果咧，佢含有嘅維生素 C 就係高過檸檬好多㗎噃。嗱，譬如啦，番石榴啦，每100克佢咧就有228.3微克嘅維生素 C 啦。咁啊，獼猴桃啦，佢每100克就有74.7毫克嘅維生素 C 啦。咁去咗皮嘅檸檬咧，每100克咧就淨係得53毫克嘅維生素 C 嘅啫噃。咁點解檸檬又會成為咗維生素 C 嘅標誌咧？其實咧就同一個人咧係好有關係啊！呢一個人咧係一個商人嚟㗎，佢個名咧叫做詹姆士林德，佢係英國嘅一個商人家庭出生，但係咧佢就成為咗英國皇家海軍嘅醫生噃。咁18世紀咧，嗰個歐洲嘅航海業得到巨大嘅突破。之前咧，有哥倫布發現咗新大陸啦，又有麥哲倫環球航行成功啦。咁海上嘅貿易咧，就更加讓各個國家咧都賺到盆滿缽滿喎。咁但係咧，有一個惡魔就係敗血病啦。得到呢種病嘅人咧，好可能會死㗎。呢種病咧就為航海業帶嚟咗非常嚴重嘅影響。聽聞話喺船隊裏邊，因為敗血病而死咗嘅人數咧係多過戰爭中㗎。咁呢種情況就引起咗呢位醫生嘅關注啦。佢為咗醫種病咧，就做咗實驗，
首先呢，就將12名患者分開6組，每一組呢，等佢哋去試當時非常之流行嘅嗰啲咁嘅偏方啊。咁最終呢，就俾佢發現咗食用咗檸檬同埋金嘅嗰啲人呢，居然好返喎！於是呢，林德醫生就將呢一個發現呢記錄喺一本治療敗血病嘅書入邊。咁經過咗科學嘅發展，大家呢先至搞清楚，原來係因為檸檬裏邊嘅維生素 C 起咗好大嘅作用，哇！大有作為啊！於是乎呢，檸檬等於維生素 C， 呢一個呢，好可能就係因為咁而得出嚟嘅結論啦。到咗今時今日，除咗用維生素 C 嚟醫病啊、保健啊，檸檬呢喺我哋日常生活中都係非常之常見㗎。譬如有檸檬香水啦、檸檬沐浴露啦、洗頭水啦。作為一種水果呢，佢喺飲食界亦都非常受歡迎㗎喎。好似有啲人鍾意食炸雞，有時擠啲檸檬汁落去啦。做甜品嘅時候加啲檸檬，整成檸檬派啊、檸檬蛋糕咁樣啦，諸如此類㗎。尤其是呢係喺中國生產檸檬最多嘅地方，知唔知喺邊度呢？就係四川省資陽市安岳縣啦。佢嗰度呢，仲搞咗檸檬宴出嚟添噃。聽講呢，已經有成100幾道唔同嘅用檸檬整出嚟嘅菜式，譬如啦，有檸檬雞豆花、檸檬娃娃菜、檸檬排骨等等啦。咁可以話呢，佢已經係一種人見人愛嘅水果啦。由當初作為一種拯救海員嘅靈丹妙藥，到咗而家成為我哋喺洗滌食物裏邊嘅多功能小手。檸檬喺我哋嘅生活中嘅地位真係越嚟越牢固咯。檸檬係有好多種用途㗎噃。佢本身呢就可以攞嚟沖水飲啦，檸檬水酸甜酸味味咁都幾好飲㗎，消滯解渴，係咪？作為飲料或者調味料呢，又或者可以攞嚟提取佢啲香精，攞嚟整成香薰。等檸檬俾人揸乾揸淨，剩翻嘅檸檬皮啊，呢啲咁嘅殘渣呢，都具有吸嗰啲邋遢嘢嘅成分㗎喎，所以呢係可以清新空氣，甚至治理污水㗎。我哋就咁放啲檸檬皮喺屋企，嗰個空氣都當堂清新晒啦。檸檬嘅起源同傳播呢，一直都係眾說紛紜嘅。有一種比較普遍嘅講法呢，就係檸檬係原產於中國嘅南部同埋印度嘅東部，由阿拉伯人傳播去到歐洲嘅南部，然之後又因為地理大發現，俾哥倫布就帶咗去美洲，所以呢，檸檬呢就行運咗全世界啦。檸檬皮裏邊呢，可以提取一啲檸檬果膠出嚟㗎噃，佢係天然無毒，安全性好高㗎。不過提取嘅技術呢嘅要求就好高，所以而家就攞嚟整嗰啲咁嘅啫喱啊、酸奶啊同埋軟糖。有時呢喺嗰啲凍嘅食物裏邊呢，都係作為穩定劑嚟用嘅。現階段呢係進行緊更加深入嘅研究啦，就將佢呢運用喺航天啊、醫學啊呢啲領域入邊。歐洲
日本嘅科學家咧研究發現，食用檸檬呢一種金桔類嘅水果嘅人咧，患癌嘅機率咧係細好多嘅喎。點解咁咧？就係因為咧檸檬裏邊咧，佢有一種叫做檸檬苦素。呢種檸檬苦素咧，抑制癌細胞生長咧，係有巨大嘅潛力嘅。如果可以好好地運用佢嘅話，可能會得到抗癌研究嘅巨大進步都唔定㗎。檸檬酸啦，就係檸檬裏邊咧提供酸味嘅一種物質。除此之外咧，佢仲可以非常有效咁樣除污嘅喎，嗰啲黑蒙蒙嗰啲污漬啊，或者咧嗰啲油漬啊，反正咧有啲邋邋遢遢嗰啲漬啦，佢就可以除咗佢嘅。同埋咧，佢又可以沉澱金屬離子，所以咧喺我哋嗰啲洗滌用品裏邊咧，呢種咁嘅檸檬酸咧係被廣泛使用㗎。咁所以咧，點解我哋日常生活中嘅嗰啲洗液啊、洗潔精啊，通常咧都係檸檬味，就係咁解啦。因為咧檸檬佢有非常之清新嘅嗰個氣味啦，同埋咧有種爽口嘅酸味啦，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就會將啲檸檬同啲肉撈埋一齊嚟煮，搭配煮，就可以咧令到煮出嚟嘅嘢更加好食，同埋咧又唔會咁滯喎。譬如好似檸檬魚啊、檸檬鴨啊、檸檬牛扒啊等等。檸檬咧，佢雖然咧我哋就唔係好知道佢到底係點樣嚟嘅，但係檸檬佢擁有非常之穩固嘅地位㗎。喺法國啦，就有一個小鎮，佢咧叫做芒頓。呢個小鎮咧就盛產美味又優質嘅檸檬，所以咧就被譽為法蘭西的珍珠，享譽世界。當地人咧仲會喺每年嘅2月份舉行檸檬節嚟慶祝檸檬大豐收㗎。而喺中國咧，檸檬都好受歡迎㗎噃。大概咧係宋代開始咧，啲人就種檸檬㗎啦。檸檬唔單止可以攞嚟食，仲有好高嘅藥用價值添噃。你唔知咧，譬如啦，中醫就認為檸檬係可以清熱解毒、化痰止咳、健脾和胃。現代嘅研究發現咧，檸檬仲可以強化皮膚嘅代謝，降低膽固醇，預防糖尿病併發症。佢嘅提取物咧，甚至仲有抑制癌細胞生長嘅功能㗎。去到2017年底咧，中國嘅檸檬需求量已經去到71.8萬噸咁多啦。大量嘅需求就帶動咗成個產業嘅發展。2019年嘅9月份啊，世界檸檬產業發展峰會喺四川舉行，中國、法國、美國等等世界嘅檸檬主產國咧，就共同發表咗世界檸檬產業綠色發展宣言。相信咧，隨住人類嘅深入研究檸檬嘅秘密，最終咧都會被一步一步咁樣解開，帶俾我哋更加多嘅驚喜。好啦，小朋友，今日關於檸檬嘅知識就分享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睇下其他嘅嘢。